花莲县的东华附小老师带着学生爬就合欢山的北峰，进行一届让学生真难忘的山野教育。 伫咧关山做唱校歌，花莲东华国小13个学生对老师和指导员爬起咧合欢北峰，体验难忘的山野教育。同学作为学主者，这摆山野教育，互囡仔学到真侪物件。我们还学习到如何生火、煮饭。我最大的收获是和老师、同学们一起上山学经验，学到如何坚持下去。 囡仔学物件学甲真欢喜，东华国小的老师嘛感觉真骄傲。我们的小朋友这次表现得非常好。那除了昨天爬了2座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之外，今天也顺利成功登上了合欢北峰。除了看到山顶的景致，嘛有囡仔看到真水的树挂。落雪风景就亲像行入去艋舺故事册内底。这摆山野教育，东华国小同学和老师做为挑战爬关山，嘛有家长拢感觉因真厉害。